是和学校有关系话题，或者心情来看到中景高职，互人俄罗斯培养一寡台湾大名星的学校，有一寡艺人拢是为这出业，老师的功夫同款是万底深坑。有一个为韩国来的老师有够缘投，今年才21岁，过去捌伫咧韩国做几多年的练习学生，和韩国名车防弹少年团这个团体嘛捌合作过。因为发觉讲有兴趣来教学生，朋友介绍介来到台湾，随便做高职的名车老师。音乐一个路，骹步手路拢真有势头，每一个动作嘛拢做甲真够角。还佫就是讲是倒一个韩国的男团偶像，毋过甲看边仔这个舞阵，因穿的是学校的制服，你无用唔对，伊就是学校的老师。그다음에 접을 때 같이 온도가山挑的身材，面肉幼稚，红仔头佫水，伊教学生每一个動作拢袂凊彩。一个烟头老師來教學生學到更較認真。 제가 한국에서 있을 때 같이 협업한 아티스트는 방탄소년단과 뉴이스트라는 그룹과 우연치 않게 이제 학생들을 가르치게 된 기회가 있었는데 네, 그때 이제 조금 제 직업에 흥미를 느끼고 학생들을 가르치는 거에 대해서 조금 흥미를 많이 느꼈습니다. 韓國來的崔多允今年21歲，懸185公分，喺韓國做3-4年的練習生。伊嘛捌對韓青防彈少年團 New East 合作。尾啊，伊發覺講家己真愛教學生，搶拄撞到一個機緣來到咱台灣，隨來正做高職的名車老師。上課的時候都是我在翻譯，因為老師來的新的學弟妹也蠻多的。 韓青來做老師，會使講真有出頭。喺台灣有名青海那之稱的這間高職，已經培育真濟出名的藝人，就連老師嘛是攏這款頭殼出叫的。也佫有一個兩岸10大名廚，嘛來這教學生。如果我們餐飲需要永續的話，要一定做一個傳承。那這個傳承要從哪裡開始？一定是從教育開始。對上海來的刀子師張靜老師，伫咧刀子這行業已經做30多年啊，做過真濟5星級大飯店的這個頭叫師，尾啊決定投入去教職，是講老師後嘛就愛學生家己認真。人講好花結好子，好色出好米，好馬帶頭走千里。記者綜合報道。